得到神的恩典，他们要跟我们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前，我们现在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恩典呼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卑微的人能够高升，成为神国度的儿女。我们今天有16位弟兄姐妹要在这场礼拜当中宣告他们的信仰，要归入神的国度。主，我们跟他们一起欢喜庆祝。我们要再一次省思，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主所赐的宝贝的身份。让我们一起激励，一起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轴，就是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呼召了，特别是指定了你跟我，大家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那至宝贵的身份。刚刚2段经文短短的，但是有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意思哈。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这样子说，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这样宣告：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有一个前提，就是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都有机会，但唯一就是你愿意遵守他的约，然后听从神的话，你就被在做神的子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因为决定权属于你，属于我。上帝已经把条件都开出来了，上帝已经把应许都开出来了，就像我们自己决定要往东或往西，我们决定举手呢，还是放下来。神给我们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自己决定的权利。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要归我，而且是在一个祭司的国度，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哦，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百姓而已，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圣洁的国民。他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守主的约，听从主的话，我们就要成为神的国度的百姓，而且要当祭司的国度，而且要做圣洁的国民。同样，这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唯有你们，唯有。各位弟兄姊妹，唯有什么意思啊？其他的都不算，只有你，是有分门别类的，而且是有挑选的。好了，今天我们欢迎第1场跟第2场，一共有27位弟兄姐妹跟儿童受洗加入教会，告白信仰。那你也许说啊，牧师这个仪式我看多了啦哈，其实也不这么复杂啊，牧师只要问一问啊，掂个水那就解决了。看起来是好像一种平白、平淡无味了，但其实它的韵味、它的真意就存在于看不见的部分，是那真理没有彰显出来的部分，是你的内心，是你心灵的跟神的一个连结。一旦跟神连结，就会像刚刚圣经所讲的，那个应许是别人夺不去的，因为是挑选的嘛，是特别神在你身上订立的一个约定。感谢主，上帝的呼召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的目的是从此以后，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很简单，上帝跟子民，但难道在埃及不行吗？在埃及也是上帝的百姓啊，是分别，是挑选，是一个过程，是抉择。你要不要出来？你愿不愿意离开那个已经安逸的？虽然是当奴隶，但至少有饭吃啊，有一个安居之所啊。离开了，可能你要放弃，你愿不愿意？决定在你身上。
上帝就这样呼召以色列百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耶稣以后，主把恩典的给我们，他就像在旷野的时候，这群百姓决志离开了，神就为他们负责。所以呢，把恩典给了我们，他把苦水变甜了。口渴的时候，磐石会出水泉出来，而且天天用玛纳来供应，鹌鹑来供应这群百姓。各位弟兄姐妹一定会觉得很纳闷，在埃及好好的嘛，也不欠吃不欠穿，虽然不自由啦，是二等国民呐，为什么要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认定是什么，你的抉择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心智，要领受这个最高物质或是安利所无法取代的，就是神给我们真正的身份。所以我们发现说，只是领受或是享用那个旷野的食物，是上帝带他们出来的目的吗？何必劳师动众呢？何必上帝做那么多额外的事呢？不仅如此，上帝的目的不仅如此。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包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重生受洗归入主的基督徒，都要常常思考这3个问题。第一个，你是被神带出旷野了啊，带到旷野来了，带出埃及了。你有没有常常经历神的恩典？有遇见主、经历主吗？还是只是照章行事、仪式化了？做礼拜啊，就是习惯性的来教会，然后回家，然后明天又重来了，完全没有一种经历神的恩典的喜悦，或是盼望跟力量。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第二点，我们渴慕到主面前来领受教导吗？是每一次到主面前，就像喝到从磐石流出来的水，是甘甜的，是喜乐的，是渴慕的，是整个心神都活起来的，好像毛细孔都打开了。还是就是这样子嘛，反正我有来参加，有安静坐着就很好了。完全把这些恩典就像水流过去了，像沙子，你用手捧着沙子，那你的手指缝就流失，好像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还有，你们像以色列百姓被呼召到旷野，到底上帝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后来发现了，他们能够用真心来敬拜主，他们是要找到一个给他们最宝贵、没有办法夺取的身份。这身份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上帝所做的应许。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一代过一代，朝代过朝代，很多事情人民都在追求一个安定幸福，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他们在取得身份的认同跟肯定，这是非常普遍的议题。早前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子。各位最近都听到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新闻，就是在缅甸这个佛教的国家，有一群回教徒，他们叫罗兴亚人，他们住在缅甸的一个边海边的位置，竟然缅甸政府不承认他们的身份，所以这群人呢，想要回到孟加拉或是巴基斯坦，但是那边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来接待你。”这边的缅甸人也要赶他们，要杀他们，所以他们只好做海上的难民。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度，但是目前没办法，所以联合国非常的关心，因为这是关乎人道跟生命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就归属缅甸，
但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认同。我们有看见现在在 IS 控制的库德族，他们有好几千万，比我们台湾人更多啊。但他们一方面不属于伊拉克，又不属于土耳其，也不属于叙利亚，他们就在这些国的边境当中当国际难民，因为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库德族的国家。所以认同是，当一个人在追求至高的目标的时候，认同的心就跑来啊。我想我们也知道，我们台湾的百姓呢，也遇到认同的问题。这不只是政治问题啊，就是要让全世界认同我们。所以有一群台湾的同胞现在跑到联合国去，联合国要开议了，一群人在那边要呼喊说，我们有一个自由要加入联合国，不能当国际的孤儿，是因为身份的认同是多重要。感谢主，虽然属世的国度我们还好像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国度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身份。那我们知道，在华人的社会，我们自会讲说啊，我们是皇帝的子孙。虽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远古的神话，但是这样的呼召，大家好像有一个归属感。身份的认同很重要。我们听到很多寓言的故事，就是说，丑小鸭变天鹅啦，小鸡变老鹰啦，毛毛虫变蝴蝶啦，有没有？灰姑娘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个故事会让人家会那么喜欢看呢？因为身份在改变。台北的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每一次在培灵会的时候，都会讲这个故事：小鸡变老鹰。他说，一颗老鹰的蛋哦，不小心掉到地上。然后那个农人就说：“哎呀，这个蛋还不错，来拿来鸡窝，让鸡来孵蛋。”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蛋。那果然没多久哈，这颗蛋跟其他的小鸡都孵出来了，也是毛茸茸的。那跟这一群小鸡到处去挖泥土啦，吃蚯蚓啦，吃那些粮食啦。但有一天，这一只特别的蛋孵出来的小鸡，看到天上，哇，一只翱翔天际的老鹰。他就跟同伴说：“哦，我如果能像天上的老鹰这样飞翔天际，看到漂亮的天空，到山上喝那个泉水多好啊！”旁边的小鸡说：“啊，你别想了，你不是那种料，乖乖的趴泥土吧，乖乖的吃小虫蚯蚓吧。”但是这一只孵出来的小鸡就觉得说：“我很希望这样子的。”过没多久，它的翅膀长得比其他的小鸡更长，它就不放弃，跑到高一点的地方练习它的翅膀。过没多久，它可以滑翔了。过没多久，它跟地上这些弟兄姐妹说：“再见，我要到天上去，因为天上才是我的家。”但是小鹰它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它有自己的认同，它知道它的世界是属于天空的。我们人常常在自我勉励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自甘委屈自己吗？你自甘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斗志的、没有远景的、没有自我实现的能力的人吗？”其实，我们的身份认同是非常的重要。当你知道你是上帝的百姓的时候，你的身份就出来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君王贵族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让他自己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自己有压力。有一位日本皇太子妃，她是雅子哈，她本身原来不是贵族，但她嫁到王室里面就变成太子妃了。哇，她就要穿搭非常的规矩，要有笑容。行动举止要非常的温柔，但我们常听到说，他好像得到了那个忧郁的病，因为他觉得太不自由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没有办法像王室那么样的雍容高贵，
虽然它本身长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温柔典雅。还有这位英国王子哈利，他虽然是从小在王宫成长，但他常常做一些违背王子的事情做那些年轻做的疯狂傻事让变成国际化变新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受绑住很困难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如果有自我的肯定，你就会在你的岗位上发挥出你的全力出来，你的能力出来。圣经用很多比喻来教导我们说上帝选民的意识。彼得前书2章9节将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将我们的身份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受选召的身份，而且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宝贵的，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得的，因为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召。第一个，我们是受拣选的族类，受拣选的族类。彼得前书2章9节，刚刚已经读过了，有4个身份。我请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大家再一次肯定你有这种身份，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别人要抢也抢不到、抢不走的。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因为他有任务，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叫你们有这种身份，你才能做事。感谢主，基督徒被蒙拣选，是因为享受了特权，需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为了顺从上帝的旨意行事，是为了服侍神，不是光有这个身份，那感觉轻飘飘的，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是因为你要有权柄来服侍，你有能力来服侍，你有责任来服侍。所以基督徒的尊贵在于他是上帝的仆人、使女。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是因为他的怜悯，不是因为他们配得。圣经里面这样子说，《申命记》7章7到8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为你们人数多于别的民。原来是你们少，在人数是万民中最少的。人数多少不是你们的重点，是因为耶和华爱你。耶和华爱你，你即使是卑微的，是微小的，是在万人当中不被注意的，但是神拣选了你，你就是神所呼召的。所以上帝怎样呼召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今天只要有信心，你就会被拣选。你愿意接受说，主啊，你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恩典要给我，我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是君尊的祭司，有君尊还是祭司，这是神国度最宝贝的一个身份之一。马丁路德他在500年前宗教改革，建立了信徒皆祭司的教义。祭司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建造桥梁的意思建造桥梁的人，那基督徒是怎么样呢？你是一般还不认识神的百姓跟上帝之间的一个桥梁，你要有这个义务跟身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桥，让人家走过来。那你用什么办法铺桥呢？是用你的见证，用你生命的改变，用你的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感谢主，祭司在旧约时代是利未支派的特权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的。他们地位很崇高，因为他们不用去工作，也不用打仗，就专心服侍耶和华，然后带领百姓，为百姓带领他们献祭。他们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在至圣所面前，代表会众来向神祈求。你看，我们不能跟神直接祈求，要祭司帮我们讲话了。这个祭司看你觉得很顺眼，那多求几句。他说看你不顺眼，你抓带来的牛或是羊或是鸡那个鸽子看起来不大赏眼，就觉得就不帮你求了嘞，好像还要通过他呢。以前的旧约时代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今天基督徒你跟我大家都是祭司，可以在万世之王宝座前来侍奉他、敬拜他，而且可以为众人来代求，因为你已经蒙了这个恩典，
得到了这个身份。前2个礼拜，我们教会呢差派了70几位中保代祷者，在1个礼拜当中，有70多位轮流在不同的时间，为你我、为教会、为国家、为我们的社会来代祷。你写的代祷卡，有人在暗中为你祷告。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权柄？是因为人人皆祭司，因为他们是中保代祷者，他们是中保，是祭司，为你们来祈求。所以你不要失去这个身份啊！你有这个权柄哎。当然，开始的时候你要会把你的需求、把你的祷告写到卡片上，放在我们的专用的一个桶里面，就会有人提名代祷，而且是秘密的，只有神知道。你看，这是多么棒的一个代祷者！因为我们现代的教会是用这种方式来延续祭司的生命、祭司的职分，但是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呀、你自己可以在密室里面，你在床边，你在空旷的旷野，在森林里面，单独跟神祈求，单独会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好的一个权柄，还有你的身份。第3个是圣洁的国度。原文的意思是不同了，分别，特别被挑选出来的。我们基督徒蒙拣选，跟别人不同，所以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潮流不一样，因为你是分开的。所以圣洁的意思不是说哇，我全身洗得干干净净，一天洗3次澡，不是这个意思，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一样，你已经被拣选出来了。所以圣洁不只是内心道德的圣洁啊，而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以色列百姓就是被分别出来的国民。感谢主，新约就不光只是以色列百姓了，基督徒从各方各族来，都被分别出来。今天你们有这个权柄走进互相教会，到敬拜中心，你就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你是有属天的身份的。你是有这4种门徒的身份的，因为你是圣洁的子民。第4个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知道一件东西的价值常常取决于什么人拥有它，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人，就跟12个使徒一样，他们一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高尚啊？但是重点是在于谁拥有它。我们的身份。用自己的实力，用自己的背景，用自己的家世，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属于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你就变成神手中的珍宝。我们青少年常常爱唱一首诗歌，就是说你是唯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眼睛看美丑高矮啊，不是啊，是因为你的基因里面，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跟你相同的。包括连孪生的兄弟，你看这个多奇妙！上帝为什么那么大费周章？是因为上帝唯一跟你的关系。感谢主，我们都是属于上帝恩典的百姓。我们知道，常常在讲一种比喻哈，有一个普通的百姓。他特别去用租的也好，用买的好，买一个非常高贵的项链，哇，要价值好几10万，挂在他的脖子上，想要说要展示上，你看我的宝贝多宝贵。但是可能别人看他说，看他的穿搭，看他的行为举止，以为他是在路边摊买的，因为不能衬托出他自己。但是可能有一位他本身身份非常让人家尊敬的人，他随便去挂了一个假的。玻璃做的一个项链，然后哇，你这个项链在你身上相得益彰。为什么呢？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而是你的身份。身份被人家尊崇，你身边的东西也变成宝贵。为什么很多歌星、影星啊，还有在打网球的打完一个球丢过去，大家抢着要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有实力嘛。但是我们不是属世的东西，我们是属灵的身份，这身份是别人无法抢夺的。
所以基督徒因为属于独一的真神，我们就因此得到新的价值跟新的尊贵。感谢主，我们上帝子民在旧约是以色列百姓，在新约就是教会。我们不再用血统，不再用国度，不再用那个疆界，是因为凡是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被拣选，我们就被认定这4种身份。这4种身份是何等大，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看不见的，包括总统，包括什么行政院长，包括国王，都没有这种身份，是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各位弟兄姊妹，常常自我肯定，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你的王子哎，我是你的公主哎，不是随随便便路边捡来的，是神所特别拣选，是特别高抹的，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身份。但我们不是在别人面前摆出一样好像趾高气扬啊，头都痒痒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的内心，现在内心充满了神给你的智慧跟恩典，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会看人家的眼色，不会看人家的批判，是因为你有自己的角度，你自己的身份。就刚刚我们讲说那个青蛙王子啦，或是那个流落街头的那个王子啊，他们的身份还是一样的高贵啊。张茂松牧师还讲了一个更经典的例子，他说黄金丢在垃圾桶算不算黄金？被丢到粪坑里面，捡起来还是黄金，是因为你的身份已经界定了，你的恩典神已经在你身上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特别是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你这个宝贝的身份，你要把它活出来，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要让人家知道说，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们的身份是属天的身份，是宝贝的身份。感谢主，我们呢，基督徒他在耶稣基督的彰显之下，应许之下，上帝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今天透过耶稣基督也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你对这4种身份觉得非常的容易吗？还是觉得无关紧要，跟我完全没关系呢？是在于你自我肯定。愿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的人都会像税吏一样这样子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啊，是神怜悯我们，神爱我们，神在万人当中独钟于你，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期待也每一位看自己就像耶稣的学生一样，彼得，他也是一个渔夫，别人看不上眼的，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站到台上一讲，好几千人就信了。愿神给你这样的身份，给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下一次要一起讲说，那你这样的身份怎么活出来呢？你怎么做见证呢？你怎么样将你所做的配得这4个身份呢？我相信只要圣灵的同在，你就能够。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这个宝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成为主你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主啊，这些身份是神完全的恩典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配得，是你爱我们。主啊，今天有好多位弟兄姐妹要加入主你的国度，他们也是这样子蒙恩典，我们为他们祝福，也一起领受圣餐来见证我们就是这种身份。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无论在工作，无论在生活，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健康，都蒙神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要活出属天身份的价值。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马上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一个最棒的一个恩典的聚会，我们要一起来